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福气好的好好运动，我是 Doris 老师。今日我来让大家看下来冲运动。今日我来做乜嘅运动呢？我们要教活力有氧。什么是活力有氧？用最基本的5步，加上手的变化，加上你的屁股，加上前进后退，很简单，很有趣。你准备好吗？准备好嘞，来看下来冲一冲咯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要先做暖身，暖身非常的重要。准备你的踏并，掌手变身，踏并，把你的手放在腰间，可以吗？还要呼落去，呼落去，动强哦，蹲起 ，good。良好哦，加上嘅手哦，加上嘅手，加上手，下冲点呀。一只手拉长，下冲点哦，下燃点哦。10個4張，3張，2張。把你的脚抬起来，拉长你的背，把你的脚伸直，好冲点，有冇有好冲吗？10個4張之後哦，3，把你的腳放下，膝蓋彎，把你的背打直，很好哦，放鬆你的肩膀。你的背呢？打直，很棒。4張哦，3、2張、1張，等你腳翹起來，翹起來。你手咧，手嘛要翹起來哦。我们要换新动作喽！你的掌脚拍拍拍拍，动动你的脚踝，晓得吗？要准备分片哦，分片咯，呼落去，加上你的手，同样的动作。换边做，你的掌手下冲点，10個多一點，準備好嗎？加上你的腳咯，10個4張好冇？3張，2張。完片喽！你有感觉热起来了吗？把你的背再打直一点，你的背弄啊，要打直喽。10個2張，脚放下，屈膝，背弄要打直。你还可以再蹲低一点点吗？3張、2張、1張，屈膝，做得冇？係咯，腳並下，拍拍腳踝。哦，你有冇熱起來啦？繼續動，繼續動，不要停，不要停。右並左並，好，你調嗎？忙了哈，刚刚是暖身而已，现在才要开始，现在才要开始。我们今天有4个动作，4个动作，后勾先踏勾，晓得吗？动强哦，勾，这是第1个动作。
准备咯，我们要换下一个动作。你掌手片先，右边1、2、3、4弯片，把你的脚往后交叉，搞定吗？往后交叉，10個兩片，1、2、3、4、1、2，下腳掉咯，1、2、3、4，哦，很強哦，2、3、4，搞定嗎？10個預備，就預備，好，加上你的手，加上你的手，哦。把你的手推起来，跟着身体的律动。你还记得刚刚的后勾吗？等一下我们把后勾加起来，准备咯，要注意哦，要看一下哦。来咯，3張、2張、1張半片。哦，10個來，來，1、2、3、2、1。1、2、3、2、1，哦，你跟上了，很棒。哦，不要停，不要停，继续。把你的脚跟靠近屁股多一点，可以帮助你的屁股更翘，你会有翘臀。我们再做2遍好嗎？200條好。老師做錯呢哈，右邊再3個，3張、2張、1張。再一次哦，很強，很強，很強。後踏并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我们准备第2个动作，叫前踩后踩。待会我会先做慢的，掌腳開始，前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、4，搞定嗎？10個預備哦，10個預備哦，準備哦，加快咯，前踩，很棒，掌腳你的掌腳，前踩後踩，耶，做對，加上你的手嗎？手拿起來，卡起來，下高點，嘿，搞定嗎？哦，很简单。最后2个，我踏并，这是第2个动作，可以吗？我们准备第3个动作，往前走，1、2、3抬，1、2、3抬，1、2、3，很像走路一样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搞定吗？把脚抬起来的时候拍手，拍手 ，good。第3張動作，1、2、3、4，踏并，做對嗎？把它全部加起來，第1張嘛改動是後勾嘛，係嗎？第2張嘛改前踩係嗎？第3張嘛改。往前走是吧？拍手，搞定嗎？踏并哦，準備哦，要開始哦。掌腳，3、2、1、1、2、3、2、1，前踩，哦，再2個，再2個，往前走，1、2、3，漂亮，1、2、3，再2次。1、2、3，最后一次，走对吗？嘿，踏并。我们把动作每一个动作只做1次，只做1次，可以吗？准备好喽！3，掌腳開始，1、2、3、2、1，右腳前踩。good， 前踩，往前走，1、2、3，後退
嘿，200、100，踏并，找对吗？把动作全部活一半就好，所以你会有掌手、左手两片架起来，找对吗？掌手，准备哦，左脚前踩，哦，往前走，1、2、3，再一次，1、2、3，弯片，1、2、3。2、1，前踩，哦吼，跳前哦，跳前哦，1、2、3，还预备哦，继续右走，3、2、1，前踩，把动作加起来咯，1、2、3，后退，嘿，动强哦，10个预备，左边，3、2、1，前踩，很强很强，1、2、3，找对吗？10個做預備好嗎？好，1、2、3、2、1，前踩，你手和又拿起來嗎？10個預備哦，跳前後背，彎片，1、2、3。shoot， 1、2、3 shoot， 跳前，嘿，踏并。基本你有放弃吗？你有认同的感觉吗？有热热的感觉吗？这是基本的活力有氧。下次我们再见喽。我亚东海看到一张照片，我有吓一跳。这个。